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5月18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一年一摆的世界卫生大会已经开幕，世界卫生组织委员也是坚持讲，北京若无同意，因袂邀请咱台湾。早起蔡英文总统去到民作家张调静先生的宁静致意，也表示一定会继续推动客家文化。昨日桃园一个3岁囡仔伫大卖场去互青云人拐去。昨警方找到犯案迄个姓陈的某人。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下晡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说明讲，咱台湾已经连续11天拢无个新增加胃着武汉肺炎的患者。啊，毋过今年世界卫生大会下晡6点就要开幕，咱国到即阵是还未接到邀请。但是中指挥官嘛讲，咱都已经拍拼到最后这站时间，所以原无法度入去坐道开会，决定会甲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处提出抗议。咱等下来听陈指挥官上届新的说明。今天第73届的 WHA 在今天下午的时间，台湾的时间下午6点，就要以视讯的会议的形式来召开。那我们到现在都没有收到邀请函。那我想我们已经努力到最后一刻，看起来受到邀请函的可能性，大概已经是没有了。那所以我们要对这样的一个情形表达我们的遗憾跟不满也要表达我们的抗议我们已经今天等于就像 WHO 秘书处会递交我们的抗议函，因为在2005年中国跟世界卫生组织所签订的这个秘密的这个备忘录，那这个秘密的备忘录等于是钳制了我们台湾可以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或者是说其他的活动机制，或者是会议的这个最主要的原因。那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要透过理念相近国家来做好研究，让我们未来参与的机会能够提高。一年一摆的世界卫生大会 WHA 台湾时间下晡6点就要开幕。虽然上无已经有13国要求我表决邀请台湾参加开会这条案。不过，世界卫生组织到即阵也是坚持讲，北京若无同意，出席的邀请批因是袂发予咱台湾。因为武汉肺炎的影响，今年世界卫生大会有史以来头一摆改做用电脑镜头连线，经过视讯开会。过去咱台湾连续几年拢有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开会，上尾一摆是2016年迄阵。另外这边的大会拍算会阁讨论一份决议，内容是欧洲联盟提头。计将将近60国做伙徛名的草案，内底就是要求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要实际下手去调查病毒起因的源头，阁有量早检讨讲应付病症咧传的过程种种表现的好歹。总是台湾伫咧世界防疫的表现遮尔好，却无法度入去 WHA 开会贡献经验，咱也已经慎重甲世界卫生组织表明抗议咯。咱过来讲，已经个月无发生伫咧国内去挖着武汉肺炎的患者。不过台大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嘛是提醒讲，别国若病症大流行过了后，拢有一寡小撮地区会阁发生互相相盗病。上介好，咱也是都要谨慎。一来通外口快速检验剂，加验一寡民众；二来按国外入境的旅客行东往西的卡价，嘛都要尽量掌握。台大公卫行业继续追踪国际武汉肺炎疫情，以美国上严重的纽约州为例，为了要救经济，解封的速度拢放慢。纽约市是采取扩大检测的政策，在第一个大复工的各行业员工拢会人做检测，以避免群组感染。就疫情已经较稳定的北欧国家冰岛，是打算伫咧6月中，伫咧检测配套措施之下，重新开放边境。台大公卫行业认为，台湾会当做参考。每一个到达的人都要从机场download一个 APP， 这个 APP 是让他说，一旦到冰岛里面呢，他要刚刚讲的足迹追踪跟接触者追踪。学者认为，台湾因为民众正配合，拢有挂嘴烟的习惯，和新冠病毒传播率是比国际较低，所以未来若是解封了，边境的管控是重点。因为国际疫情尤为严重，而且咱有见伫大流行过了，一定还会发生小规模的流行。全世界有很多的小爆发流行，包括中国大陆，包括这个已经控制好的韩国，很多地区都会有小波流行。越
爆发流行越多的国家，其实它中间存在的就是我们台湾一直讲的黑数。台大国卫行业分析，目前全世界专家拢有一致的看法，新冠病毒伫咧发病的前3天甲后3天传染力上强，未来边境解封了，对入境者的管控，要伫什么时阵做检测，要提前考虑。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搁再过2日，陈建仁副总统就要落任。下晡2点半，蔡英文总统伫咧总统府颁发中山勋章，表扬陈副总统过去4年的贡献。陈建仁副总统嘛讲感谢台湾人民甲蔡总统对伊的信任。咱来看上届新的镜头。恭请总统授勋。我要代表国人再一次感谢陈副总统为国家的付出，并且颁授元首以外象征最高荣誉的中山勋章。我们肯定陈副总统在4年任期内承担起一件又一件充满挑战性的任务。在这里，我感到很荣幸，也很感谢总统颁给我的中山勋章。这个荣耀应该归给台湾2300万的人民。担任人民的公仆，实际上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就如同刚才总统讲过的，这是充满了挑战，充满了崎岖，也充满了这一个无限的需要的努力和投入。咱搁来讲，一生为着台湾文学咧拍拼的名作家张兆正先生，昨日暗过身去。今年才到96，早起蔡英文总统伫咧风雨中去龙潭蒋先生的宁静致意。伊也表示一定会继续推动客家文化，互张兆正先生关心台湾、疼痛客家这款精神，永远会当传落去。在大雨当中，总统蔡英文亲身去桃园龙潭武德殿，将老宁静致意。总统蔡英文致意，请就位。结束了后，嘛发表谈话，表示对将老过身感觉艰苦甲毋甘，代表国家向这位台湾文化的头人表达上悬的敬意。今天来追思，来致敬，因为钟老的离开，代表着台湾失去了一位大家都尊敬的文化国宝。对事会现场，看完张兆正在世进前的作品甲用有的徽章。蔡英文表示，奉记做台湾文学之母的钟老，开创台湾的大好小说，提拔后进，成就的不只是个人，而且佫带动几落世代的台湾文学。期许无数后进一起用文字表达台湾土地的关怀。他积极投入社会改革以及台湾客家运动，对客家文化的传承发展有重大的贡献。蔡英文强调，钟老不只是文坛的钟老，佫较是台湾的钟老，嘛表示接落来要亲像钟老常常讲的发挥艺军的精神，继续拍拼推动客家文化，互钟老关心台湾，保存客家的精神，继续保存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咱们来关心，顶日有电脑工程师侵入总统府，将一寡秘密文件变做了后泄露出来。但国民党立法委员陈以信就讲，迄若毋是电脑问题，是总统府的内部有干涉，这就是国家安全的大危机。尤其陈局秘书长也不应该即阵来请示，因为泄露的文件有提起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的人事案。但 NCC 主委的提名人陈耀祥就背回讲，伊毋是因为我力赢才来得到提名的。这礼拜5日控总统就职就要举行。顶礼拜六煞因为总统府互骇客侵入的事件，机密文件疑似互变做流出去。国民党团批评民进党开始进行内部的斗争。伫咧马政府时期担任总统府发言人的立委陈以信指出，总统府治安残局有分内网外网是无相通的。若是内网去互侵入，资料流出去，可能会影响到国家的安全，军事机密有流出去的风险。国安局应该进行国安残局的调查。如果这次总统府内部资料外流，不是被骇客入侵，势必就是有人将这些内部的文件散布给媒体，进行政治斗争。如果内网被渗透，那么这个问题会非常的严重，因为它代表的不只是总统的这些对话记录，甚至包含了军事机密、国政机密各种的重要的一个资料，它都有外泄的风险。这背后可能凸显有人便宜行事。那便宜行事的结果就代表有人失职，
这个总统府必须要进行调查，然后予以惩处。总统府逼出治安的危机，陈以信认为，总统府秘书长陈菊无应该伫咧这个时阵请示，爱调查到底。因为和海客入侵的内容牵涉到独立机关 NCC 促转会、甲监察院等等的人事建议，点名较晚立赢的人事，无要对人事同意权背书。不过 NCC 的主委被提名人陈耀雄是否认较晚立息的指控。我们没有说什么清理色彩这个东西，这个是这个文件自己写的。NCC 是个独立机关，我们自己在找委员里面来，就是依照法定的要件跟程序。行政局主办嘛，这个案子由他主办，调查局当然可能在某种程度也会去做协助吧。总统府发言人丁允恭表示，刑事局已经正式开始调查，总统府会对外正式说明。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关心目前伫咧休无薪假的劳工人数按起来已经超过2万。达到立委咧质询劳动部柯明春部长讲，若是公司叫辛劳休困煞无通报，那像嘛袂处罚。进前因为高速公路改用电脑系统扣过路费，一寡收费站的人员搁来和国家相告。但劳动部竟然是动用就业安定基金去请律师，这件代志也引起立法委员的批评甲不满。受到疫情的冲击，无薪假减班休困的劳工，5月中通报的人数已经有21067个人。实施无薪假的企业有1189间，搁一概创下上悬的纪录。因若敢是有暗砍无通报的，是长期受到质疑。立委指出，就算企业无通报，其实嘛被防裁罚。劳动部里面现在的法规，无薪假不需要通报，之前才要通报。所以我想，是不是可以在法令上滚动式的修正？无薪假也应该通报，这样子你们才有办法掌握确实的数据。在疫情影响到就业市场的情形之下，劳动部顶一日决定动用就业安定基金，甲高速公路收费员自救会拍官司，嘛引起争议。而且动用经费的理由是提升劳工的福利。地书调亚拢有立委认为这是真无透动。所以今天外界其实非常有疑虑的一个问题是说，你今天跟一群为自己争权利的劳工打官司，为什么你打赢打输，这个跟增进劳工权益的福祉有什么关系？我认为这件事情就是回归到交通部，他要来付这笔钱，因为当初这个事情就是解决交通部所主管的国道收费的争议啊。因若顶礼拜5传出劳动部长柯明春会伫咧5.2了后互留任，柯明春嘛出来证实这件代志。谢谢院长肯定啦哈，那当然我必须说啦，其实续任是更辛苦的承担啦哈。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昨日下晡桃园市一个3岁幼囡仔，互阿嬷带去踅大卖场，煞去互青云人拐去。卖手经过2点外钟，才去互大溪中正公园内底管理员发觉讲，哪会一个查甫婴仔，互人放伫咧公园内，讲起来是有惊无险。昨昏警方伫咧新竹找到犯案迄个姓陈的某人，调查落去才知讲，伊甲人拐囡仔已经毋是头一摆了。昨日下晡1点45，桃园民众通报带3岁查某囡仔去踅大卖场，人煞失踪去。真侪网友做伙斗找人，2点外钟以后，有民众发现查甫囡仔一个人红等伫大溪的中正公园。是站在这个位置，眼睛看着这个地方。所以那时候神情都没有怪怪的，都没有，都很正常。他也没有哭，也没有闹。查甫囡仔无去的这段时间，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警方调监视器画面来看，发现是一个查甫人，把这个查甫囡仔抱走。追走了后，17暗时伫桃园的一间电子游乐园，抓到这个41岁姓陈的查甫人。你为什么要押小朋友？带小朋友去哪里啊？5月17号晚上8时许，循线至新竹市东区林森路，查获该名犯嫌到案。经初步侦讯，该嫌已坦承犯下该案。全案依法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为什么要把查甫囡仔抱走，佮家己等伫咧公园？姓陈的嫌犯是讲袂清楚。警方嘛查出来讲，这个姓陈的查甫人牵涉到疑似把囡仔拐走，已经毋是第一遍。伊捌防指控讲，15年前嘛伫中立的大卖场，把一个查甫囡仔带走。警方伫初步侦讯了后，把查某人移送地检署。记者综合报道。继续锁定来关心立法院这边，日本有媒体报道讲。8月时，中国的解放军计划要伫咧海南岛四边演习，若要攻咱台湾所介管的东沙岛，安怎用派兵上陆？早起伫咧立法院国防委员会内底，2大党拢有立委要求国防部，看是要考虑派兵去东沙岛镇守，还是尽量和外国合作。总是这件代志，一定得要提防。日本共同社伫顶礼拜报道，中国解放军正计划伫咧8月时阵，要伫咧我军海南岛的南海区域。
举行以突出东沙群岛为目标的大规模登陆演习。对此，立法院国防委员会18日做南海情势加战略部署的报告，有立委讲，目前东沙群岛的驻军是海巡署，国防部应该规划单性驻军。 改成全部驻军，这个是没有办法做哦，或者说这长期。但是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有风险出来，有没有可能弹性驻军？包委员这要按照政府的政策来办。 因为内阁总辞，最是由副参谋总长代表国防部长参加备询。国军对南海情势相关，国防部强调相关的演练拢有掌握。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讲，伫最近一个月，美军的舰艇战机节节出现伫咧台海加南海，所以部署是改采机动性，飞机加舰艇的先进性要提升。伫三个时阵更加有双航母演习。 认为国防部应该加强跟附近国家的合作，在台湾周边海域、南海相关的西太平洋，它的武器的能量提升，是的，出现的频率提升，是的，甚至于联合北约的军舰，或者是加拿大、澳洲的军舰，澳洲其实在这边量能也比往年更高，这第一个改变哈。是的，王定宇也讲，国防部伫咧2019年中共的军力报告书内面有讲到。 中国想要夺取东沙岛，国防部对东沙岛的防护会让加强寻求国际合作。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早起现任的金融管理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顾立雄面对媒体的探问，伊也承认讲家己会落去接国家安全会议的秘书长。过去身为律师，顾立雄嘛讲家己投入政治，想袂到变化会遮尔大。此期一来会整顿国家安全系统内部的阵容。 二来积极和各部会详细落去协调国家安全这方面的工作。但是人生也都充满了惊奇，看起来又要转换到另外一个跑道。我本来当了30几年的律师，然后这4年的从政生涯转变会这么大。政治这条路行来变化实在真大。将要接国安会秘书长的郭立雄，当初接金管会主委的时阵，各界拢无看好，批评声拢无停，不过也是挺来做了2年8个月。 伊讲，接落来金管会主委的职务会交予自基层出身、经历正丰富的副主委吴天木来接。会不会有想做哪几件伟大事情没有做完，然后就要高升？很高兴啊，这个我们有黄副主委来接手，不用再面对一个路人甲。郭立雄自律师转战到政坛，捌做过民进党的无分区立委，行政院东山会成立了，做第1任的主委。 唔是财经背景出身，若是接金管会主委，怎么搁再用乌马的姿态要接国安会秘书长？虽然内阁新人事也未正式公告，不过伊也正式将会入去国安会。对外界质疑伊无外交、国防军事的专业，伊讲无人是专才，接国安会了会先完成2项主要任务。没有一个人能够是一个全才，在国安会，我想秘书长任务主要就是说就国安议题。 做好一个提供总统一个咨询的工作，然后另外涉及国安的相关议题要去跟各部委进行实质的协调。那我想国安团队要如何能够再重新来整队，我想这可能是我上任以来应该要面临的一个课题。对有报纸看讲，郭立雄是因为纾困案件加行政院长苏贞昌意见袂合，2个人有冤家，造成郭立雄要离开金管会。伊讲报道是不实，强调伊伫咧金管会期间正受苏院长的肯定，是总统蔡英文定选了，才决定要接国安会。另外，总统府秘书长陈菊伫咧5年空了，职务也有变化。陈菊伫咧 FB 抛出一家蔡总统。 陈建仁副总统加将要接副总统的赖清德做联合的相片，伫内面讲，台湾将要迈入一个新的阶段，总统需要有更加多空间做更加好的布局，才决定要离开做了2年的总统府。蔡英文也抛出2个人做联合的相片，发文讲感谢陈菊的陪伴，执政团队度过上困难的日子。外界有这种的由前立法院长苏家全接总统府秘书长。记者综合报道。 6月初日，高雄就要举办罢免韩国瑜市长的投票了。早起，中央选举委员会李进勇主任委员伫咧立法院就讲，虽然韩市长身为予人罢免的资格，有理由替家己辩护，叫民众唔通出门投票也无犯法。不过，伊同时也身为办理罢免投票的主治机关，也就是高雄市的市长，应当都要带手下的公务人员依法行政有较好。
第二，高雄是支持韩国瑜的好朋友，请你不要出来投票，出来监票就好。 26月7日，罢韩投票愈来愈近。高雄市长韩国瑜伫15暗时抛出影片，呼吁支持者当日卖投票，只要干票就好，引起讨论的声音。这个监票呢，并不是选监小组里面的监票，而是要监视谁去投票的行为。有违反选罢法或者是刑法妨害投票罪的部分呢，我们尊重权责机关。我们有监票员，但是监票员是必须要正式的由罢免人。 罢免团体或者是被罢免人，他们是正式推荐啊，同时也要经过我们的讲习。高雄市民政局局长曹环荣涉嫌妨碍投票，我跟你告发，请你们办理好不好？只要有人告发，我们就会立案来侦查了。另外，立委新发会直接伫质询台顶表示，要告发高雄市民政局长做欢迎。 表示要伫选前阻止恐吓手段，不过南洋立委也提出质疑，因为是不是要投票是个人意志，并无违法。不投票没有犯法，在我们国家没有犯法，对吗？如果说呼吁选民不投票，就是一种违法行为；公开的恫吓公务人员不出借场所，更是一种违法的行为。哪一个？你告诉我。高雄这个。哪一个？你告诉我。我认为他作为一个被罢免人当事人，他讲这个话，我认为可以理解的。 但是他千万不要忘记，他是高雄市长，他是自治机关办理罢免事务的行政首长。所以，他同样的一种话哈，我们每个人听起来是不同的意义。李志勇强调，应理解被罢免人为家己辩护的心情。不过，韩国瑜当时也是高雄市长，爱领导公务人员依法行政，希望地方首长应兼顾责任，所以不应该对公务人员传达错误资讯，应该依法行政。记者综合报道。 今日早起，韩国瑜市长去高雄市议会提出施政的报告书，内容嘛写着家己请假去选总统，要搁再一摆甲市民会实的。伊嘛强调讲，自从倒转来换市政了后，是一日做2日用。总是民进党的市议员质询的日头，共款也真美，搁爆出罢免韩国瑜的黄大啊！国民党党团这边也有出手来为韩市长，双方面气氛是真紧张。 在这里要向市民朋友致上最高的歉意，非常非常的抱歉，市长不在家，让市民朋友操心担心。伫咧议会市政报告要结束的时阵，高雄市长韩国瑜对请假3个月去选总统这件代志，甲大家回实的。不过这个话，民进党这个议员是听袂入耳。伫咧质询的时阵，也是真严格嘛，真大力的批评。你选择走一条最坏的民主示范，最差劲的公民教义。 就是叫大家不要出来投票，就是典型的选举诈术。我坚持不考虑2020。我们真的是问心无愧，觉得话。民进党团家己做影片敲说韩国瑜，还阁呼吁民众6月7日做伙去高雄，互政治甲经济拢100分。民进党团利用10分钟质询的时间，一个一个甲韩国瑜做了无好的所在讲出来。 轮到无党团联名质询的时阵，是甲拄则民进党团质询的时阵真无共款。甲韩国瑜表示讲，高雄有人要去选总统是真公平的代志，还阁做球予韩国瑜，互伊甲市民发声。那你最遗憾你在高雄没有完成的工作有哪些哈？如果被罢免，我对高雄最大的遗憾，排一个优先次序，第一个遗憾就是双语教育。 也若去访问到，若是时间会当倒退，敢会后悔选总统？韩国瑜是无回答。另外，今仔日国民党团家己做红色的带仔，顶悬写不对立、不激化，放伫咧议事厅内底，和民进党黄色的带仔有拼场的气味，会当感受到压力对决紧张的情势。记者综合报道。高雄讲完，咱来讲台北市。今日开始，台北市政府开放室内公共场所50人以内的聚会，不过也是要徛名登记，嘛袂使伫公道食食。 黄珊珊副市长阁宣布讲，下礼拜开始室内会集的人数会增加开放到100人。另外，永安市府也会和酒店、舞厅业者开会，讨论当时要搁再开放的详细。台北南港的亲子馆铁门规个拖落来，已经要2个月时间无对外开放啊！即阵因为疫情有较累，台北市政府对5月18开始实施第1阶段室内场所的解除禁令，伫咧无做伙食饭，也有采取徛名制2个原则之下，开放50人以下的场所，而且对5月25开始会小煞解除封锁100人以下的公有场所，包括囡仔甲大人上届期待的亲子馆也会重新开放。26号我们
们会开放亲子馆的半数入园，也就是原来的组数，我们可能在数庙上面先减半。原则上，下个礼拜开始可以试着开放100人以下。 即阵因为考量要保护学生，大专以后拍算伫咧7月初6开放，大国中也有小学啊拍算伫咧7月15开放。啊，若外界关心酒店甲舞厅什么时阵会使重新转来做生意咧？台北市政府伫咧5月18暗时召开恢复营业的说明会，和业者讨论讲要安怎开放，全国业者会使配合台北市政府伫真足啊来做公共安全相关的检查，而且会互业者会使豆豆啊转来开工。他们申请完，我们就排定时间去检查，检查通过，另外实名制我们相关的要求，他们也做得到。我们确定他做得到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一家逐一开放。 新北市长侯友宜透早召开应变会议，讲到新北市纾困方案累积审核的案件，计共有8844件，累积的金额有1亿3918万，核定的比率达到22%。看到当人安尼无用气，伊是真唔甘。基层同仁真的好苦，每天都要工作到晚上11、12点，甚至加班到半夜2、3点。有的同仁暴瘦，压力很重。 到底酒店舞厅要安怎执行监督豆豆啊恢复营业咧？黄珊珊透露，已经第2摆询问予中央，不过这阵也无得到回应。唔那台北侯友宜也批评中央宣布扩大极难的纾困方案以来，这标准的作业流程拢无做好执行。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按中央健保署的统计，会当看出来，今年春天这季，病院诊所的门诊比较旧年同期间比较，患者是减袂少。 到4月差愈济，含旧年增差到495万人。健保署嘛分析讲，拍算是高血压、慢性病，阁有一寡较轻症的患者，近来毋敢倒转去病院摕药的缘故来锁治。啊，毋过这中间较值得注意的，就是讲去看精神科的，甲旧年比起来，是倒头增加要到10万人。武汉肺炎疫情流行了几落个月。 虽然伫最近国内疫情有较稳定，掩故真侪民众因为惊被感染，就算是破病也唔敢去病院或者是诊所看病摕药啊。大医院毕竟人多，感染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受到疫情影响，各病院甲诊所的门诊量拢减少真多。根据健保署的统计，甲去年同期比，今年第一季1加到3加，病院整体门诊量是拔5.6%，差不多133万人次。 诊所是拔7.4%，差不多354万人次；去科减少33.4万人次，中期减少8.4万人次。尤其是4月时阵，整体单月门诊量就减少495万人次，上明显。 减少的是慢性病的病人，因为病人他不敢回来拿药嘛，大部分都回到社区药局或者是这个基层诊所去拿。让人真意外的是，精神科就医的人数颠倒增加，比去年同期增加差不多10万人次。精神科的这个门诊人次是有些微的成长，大概成长了5%。那从去年大概198万人次，今年到208万人次，大概多了10万人次。 地处3种精神医学部的主任叶启斌临床发现，在疫情期间，除了原本的患者以外，有一寡是因为居家检疫或者是隔离者的家属，也因为担心厝内人心情忧虑、失眠、困袂去这寡症头来求诊，也和精神科的就医人次增加。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花莲县议会近来因为北方公司要来起市价场所引起的争端，啊，搁有县府要共扣控照税。 甲部分其立委要落脚的案件是风波不断，议论纷纷。上早讲花莲县市政委县长煞甲议会请假，无要出席接受议员的质询，这也引起一寡议员咧表示不满，出声批评了。花莲县长市政委参加花莲县环境教育所谓中心动土典礼，伫咧致辞的时阵，特别针对最近的北方市价场甲控照税表达意见。养鸡场的问题。 我们也要求我们的业主厂商能够暂停，来跟我们地方的乡亲来做最好的沟通。矿石特别税给予花莲县政府，无论是我们的建设，或者是我们的社福，非常大的注意。所以我们真的也希望这一次这个地基会能够顺利来通过。
不过市政委请假，无去管议会备询，也是引起部分议员的不满，尤其是控照税的问题。经过一间媒体报道，有12个议员私底下甲台湾水泥密会，引起风波。过一年什么密会，然后不是谁在背后的黑手吗？要东西马上来查，怎么审下去的？这个帽子扣下去，我觉得不但是对议会的不尊重，而且我觉得是对整个矿石税失交。花莲县议会是发表声明，议会无拒绝或者是无支持控照税，是要制定机制的标准。针对县府对外公的合作，私底下煞甲做乌是真不满。另外，花莲立委鲍坤基原本定伫咧即礼拜要入监，不过鲍坤基已经甲花莲地检署申请延后。针对这点，市政委是无要表示任何的意见。记者综合报道。花莲讲完，咱来讲台东，来讲台东县要用太阳能天然发电的机会是真有。啊，不过过去民间要开发这款绿色能源，煞唔知影要找县府倒一个部门来发落。早起台东县政府就特别成立绿能推动办公室，望要提供较集中的服务。啊，目前台东县也阁有一片160几架栋的太阳能供电示范专区，是还阁卡伫咧含原住民的部落互相协商的问题，这站嘛就要赶紧积极解决。台东县推测绿能发电，18正式成立专职的单位绿能推动办公室。对即马开始，民众甲企业想要推测绿能发电，这个办公室会提供相关的整合型的咨询服务。不过，台东县阁有原住民传统领域用地问题需要协商，林员局表示会配合地方需求解决。我们比较强调是能够大家共同来体验地方，来体认地方所遭遇的问题，然后大家共同来解决。馈线的问题，或是在农业或环保的问题哦，都有一个单一的窗口哦，可以来洽询哦。目前台东县正在推测161公顷的低本太阳能供电示范专区，但是因为用地伫咧卑南区卡大地部部落的传统领域，甲环保团体想要保护的低本湿地范围。推测顶悬未令原住民主相同意权的形式，进前部落选出新的部落会议主席，县府甲业者表示，正在拍拼年底进前甲部落协商，完成土地变更定书，才会当加速起供电区。部落这些好朋友们对未来的发展仍然有一些担心跟疑虑，那我们会持续的沟通。光电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大家坐下来好好谈。台东县政府甲业者共同开发的低本太阳能供电示范专区，合约履行必须要伫今年底进行动工。县府讲，部落已经选出新的会议主席，会利用这个单位加强甲部落沟通，让台东县指标性的绿能开发案会当顺利进行。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刷过来看国际，来讲中东的以色列这国发生中国派驻去因国内名叫杜伟这个大赛，试点伫咧官邸内底的案件。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也已经证实这件消息，佮报道讲杜大赛的过身是健康方面的原因。啊，杜伟在生的时是不时咧开声，和美国联邦政府外交部门的头人，啊，就是国务卿互相对射，这也愈引人议论，伊过身敢有啥物款的内情呢？警察出入日无用伫咧搜证，官舍外口才罕得看到有人甲封锁线揪起来。伫咧以色列第二大城特拉维夫，当地时间5月17发生一件真离奇的死亡案件，死者是中国派驻伫咧以色列大使，伊号做杜伟。各位以色列朋友，我是中国新任驻以色列大使杜伟，这是我们使馆新开通的脸书页面，我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年57岁，杜伟进前是伫咧中国驻乌克兰的大使。今年2月份起派驻伫咧以色列，就任3个月，转雄过身。以色列媒体指出，杜伟可能是因为心脏有故障，伫咧困眠中自然过身的。中国央视是报道讲，杜伟是因为身体因素转过往，详细的死因即阵搁来调查。这场抗击疫情的斗争，必将再次锤炼我们坚韧不拔的民族品格，加深我们患难与共的友好情谊。不过，杜伟在生进前是遵照这个号做阵容外交的方式，佮来拜和美国硬拄硬，甚至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起吓叫。原因就是因为蓬佩奥讲这段话。You're a great partner. You share information, unlike some other countries that try and obfuscate and hide that information. And we'll talk about that country too. Well,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actually generating the information and then sharing it. Yes, that's right. Democracies do both of those incredibly well.
Yes. 蓬佩奥伫咧5月13访问以色列时阵，对中国处理疫情的方式真不满，互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忍袂调伫咧现场哭笑。继当天拄话就写文章互媒体批评蓬佩奥讲的话根本无影无只，伊进前也捌反击美国骂中国暗砍疫情，根本是白白布染甲乌，想要找人来食罪。那拄话即阵雄雄过身，伊的死因挂靠的方式是传甲夜夜飞。那以色列高官表示，初步的调查并无去防谋杀的可能。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加拿大的政府为着要甲辛苦对抗武汉肺炎的医疗人员注意，特别派空军的特技小组出去巡回全国。谁知影讲，其中一只战斗机表演的是雪失事，造成飞行机顶一个人员不幸，另外一个受伤。搁有美国这边也有严重的意外事件发生，就是洛杉矶遮一间咧敦加斯的仓库导火爆炸，至少12个消防人员着重轻伤，加载是拢有救起来，无生命的危险。大火甲乌烟冲向天顶，互市区陷入混乱。消防队马上赶去现场灌救，虽然火势伫90分钟左右得到控制，不过因为火场就是放凯烧的气体电源的仓库。事后，当地媒体报道指出，正当消防人员赶到位准备冲向起火点拍火的同时，火场发生重大爆炸，造成至少12名消防人员轻重伤。事后调查，除了有洛杉矶市警局档案组、消防局放火甲反恐部门参加以外，联邦的分酒情报部列部管理局 ATF 也去支援。各单位人员除了访问伫现场看到的人，佮调出监视器画面，也详细研究现场的残骸。起火原因是意外，也是有人故意放火犯罪，甚至是恐怖攻击。有关部门拢无排除引火可能性。伫加拿大的坠机事件，主角是成军77年的加拿大空军特技小组。为现场民众所翕的画面演看到，两只表演飞行机起飞了后不偌久，倒平这只就大角度升起哩，准备进行灰色飞行表演。不过机身游完了后，熊熊不安导火，帅气就直直弄向地面，佮传出真大爆炸声音。As the Snowbirds were preparing to continue Operation Inspiration, they had an unfortunate crash in the city of Kamloops. That crash occurred about 11:30 this morning. 出了特技小组每年都会巡回加拿大国内外做空中特技表演。这支队伍上早起源伫个自出大战期间的1942年，1971年改名叫做雪鸟特技小组。操作的机型是1963年就用到即卖 CT-114教练机，机龄已经超过56年。加拿大政府计划伫2026年到2035年才要换新的。不过机身老旧是毋是甲坠机有关系，有缘爱去调查。记者综合报道。翻头来关心咱的各地方，来讲6都以外，人口数第一济就是彰化县。本地遮的人口捌超过103万，不过这几年搬徙去他乡外里的是愈来愈济，到今年4月底，总人口降到剩127万外人。县府这边嘛承认讲，少年辈重视囝儿时势教育，嘛讲究收入就爱较加挂。但县内的政策已经有拍拼针对这方面伫咧调整了。拄啊出事，红鞋啊点点啊倒咧眠床顶咧困。彰化虽然近年每年的新生儿人口拢大于死亡的人口，不过彰化县的总人口数近10年煞逐年下降。真侪彰化人认为，彰化发展了太慢，袂少人拢搬到边仔的大同市。因为我觉得可能是离台中的部分比较近，所以大部分年轻人都会选择去那些比较繁荣的地方，就是发展这样子。彰化都发展不起来，然后薪资方面都比不上大都市。根据彰化县府近20年来的统计，每年迁出彰化县的人，拢比迁入的人更较侪。人口的成长率部分，嘛是逐年减少。到2009年，成长率开始为正成长变成负成长。2019年已经将近负4%，到今年4月底，彰化县人口数已经降到127万521个人。那我们在分析人口迁徙的过程中，大部分是迁徙在6都。
那6都又以临近我们台中市的磁吸效应更显著，那大概是以青壮占60%的迁徙力。虽然彰化是6都之外人口上侪第一大关，但是人口数恐惊会继续流失。彰化县府分析，青壮族群的民众真重视教育、社会等资源，也有工作机会甲薪水。目前县府已经针对相关的政策做调整，希望会使有效减缓人口继续外移。记者彰化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话，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讲农村说农村。农村的少年家有真侪要搬山去他乡外里，因为注重囝儿时势教育，因为注重讲收入要加挂，这是自然社会变化。不过咱嘛知影讲，确实即马真侪农村拢真拍拼，来推动讲少年家搁再倒来种植，搁再倒来经营咱地方。这社会有咧进展，毋是无。总是国情也想到20几年前一条歌，真有意思的歌，咧讲农村的旧情景。见面这条红霞厝的歌词，大声唱讲：伫迄粒山骹有一间红霞厝，厝边绑一只老水牛，有看到鸡仔，无看到囡仔，稀稀微微红霞厝。伫迄粒山骹有一间红霞厝，厝后放一寡歹农区，过沟的菜园有一对老翁婆，做事骨甲骹只咕咕咕。这条红霞厝咧描写讲农村少年家出外，只有老翁婆伫咧做事，骨甲讲骹只咕咕咕，敢若老水牛，敢若歹农区迄款的情景。实在讲，这条歌的作词作曲家，相信讲所有观众朋友，我若讲出来，你一定着真相捌。是啦，伊足少年的时阵着创作《友情》迄条华语歌，轰动全台湾。友情，人人都需要友情。正作词作曲林文良先生，伊伫1993年发表这条《红霞厝》，唱出农村老大人的心情。林文良伊本身就是真逍遥，佮真浪漫的人。国情人生中捌甲伊相逢过1、2摆，总是伫伊的身躯边听伊弹琴唱歌，你真正沉醉，会体会讲哪有遮尔潇洒的音乐家。毋过林文良先生一生确实来流浪，也有真侪坎坷，总是现此时已经离开咱了。留落一条又一条感动人的作品，要予世间人流连，来听友情，来听红霞厝。少年这位台湾歌谣的作词作曲家，下半段的歌词，伊内底佫写讲迄是谁的是大人，放互因伫遐做粗工，因的囝是走倒场，连孙仔也无来斗相共。孤单的老翁婆，孤单的老翁婆，恁的囝甲恁的孙咯，何时才会回来佚佗？农村过去稀微的日子，毋是无。总是国政啊所讲，即摆大家真振作，包含地方政府嘛真拍拼。少年家所重视的代志，咱着赶紧来解决。佫有老大人福利，真侪县市嘛拢真照顾。你像讲，云林县政府就宣布讲，按今日开始，县内计共128位设落去，互老大人共道食食的中青食堂，会当搁再开放共餐。毋过来到地老大人，着爱先磅体温，也着爱注意保持社交的距离。县政府真忙，就是忙要互这个时代会当渐渐搁再重新正常生活了。来到老人会，厨房的人员当在保养传饭菜。原本受到疫情的影响，云林县内中青食堂、营养中昼堂等等，对3月18改用早走的方式，互老大人早回去厝食。但是即马疫情慢慢啊稳定，云县府宣布对18开始恢复互老大人做伙食饭。5月18开始呢，咱会当公餐也共餐，但是共餐的时候呢，咱希望保持一个社交距离，或者是用梅花餐的方式，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拢保持这款的情形。用议论乡老人会营养中昼顿来讲，大家拢会传70份的中昼顿，但是正受到疫情的影响，老大人拢甲饭早回去厝食，但是即马会当伫保持距离之下，留伫老人会食饭。身躯边有老朋友陪伴，社区的老大人拢真欢喜。这老伙啊，有伴做一个朋友，无即马你增加足少人的了。要求你要来取餐的时阵就是爱戴口罩，大家拢保持距离，安全距离拢甲保持。若要食的人桌子拢足宽，所以这款问题没有，空间会够。
分管府表示，目前由婚姻管府甲卖了乡公所来补助，全县拢总有128个中青食堂。对今仔日开始开放供餐，无论是伫室内也是室外，拢必须爱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而且用免费座的方式来食饭，希望互老大人慢慢啊返去社区，恢复正常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赶紧来甲朋友来报告一个上届新的中央政府的人事命令。总统府头拄仔宣布讲，前任立法院长苏家全会接任总统府的秘书长，国家安全会议的秘书长李大为则转任海基会董事长。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这块，就是咱头拄仔所讲，金融管理监督委员会顾立雄主委就去接任。详细的情形，总统府伫下晡3点半会开记者会说明。咱镜头佫刷转来讲彰化，彰化因为近摆路人若伫咧刷广线的时阵，就是爱乌路。毋过民众因为路无平，出意外受伤的代志不时也会发生。过去捌做过彰化县道济基金会施庆全会长，14年前成立道济补路班，家己出钱学点加，佫有招募补路班的成员四界去补路。即当阵补路班内底已经超过50人伫咧拍拼，众人拢望讲有经过大家付出，拢会当大家出入平安。天暗嘛，一群人摕手牌，甲拄抱起去，打送的点加白互平。即目呢，原地涂骹密密茂茂，即阵拢平啊！伫咧彰化四界替人补路的，毋是县府派来的卡手，是道济慈善会成立的道济补路班。阮遮的成员，大家日时拢有咧做工去，暗时就是拢利用暗时7点半至8点这段时间，大家做伙出来铺路，嘛是做大家拢很高兴。搁伫咧火车顶悬，道济补路班这5字的灯火闪闪死。补路班的成员甲规包的点加冒去后斗，准备搁去另外一个所在补路。10几年前，捌做过彰化县道济慈善会的会长施庆全，因为伫咧做囡仔时，捌因为路无平出意外，全跋甲大坑细里，所以伊决心要创一个补路班，伫咧家己的能力范围内免费替人补路。伊的好意也感动众人，补路班的成员拢讲家己即阵补路的技术量得会使出师啊。从头先做的工具吼，为手，敢若用这针来打对来，到尾也有10个人士有认同咯，咱这补路班的成立成员为5个，甚至转到50个。彰化县道济补路班发挥救助的精神，毋但延续过去大家互相看顾砖头的心情，也望因的拍拼会使互出入的人拢平安顺心。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刷落南，咱来讲8年前，嘉义县慈善团体联合协会，则就成立一搭提供艰苦人免费日用品的物资银行，通好各界发挥爱心送来的物资，会当真实去帮助到有欠用的对象。谁知影讲近来因为病情咧喘，来领物资的家庭变较济，毋过社会所管的物资煞减有3成去。伫假日店馆会当看到数量无济民生用品甲食的。嘉义县物资银行主要拢靠一寡企业或者是个人来捐助物资，不过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目前物资甲去年来比是减3成。跟往年比较哈，差不多缺3成，但是我们帮助的家庭并没有减少。那比较缺乏的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奶粉以及高单位的营养品和尿布哈。嘉义县的物资银行从101年成立到今，拢总替嘉义县每1500个家庭提供协助。为着要扩大服务的范围，嘉义县慈善团体联合协会嘛推出新的义工换物的方案，来协助弱势家庭。透过这个专案的话，我们会让他担任我们物资银行的配送人员。那配送到的地方也是像是一些长照戏剧点或是课后辅导班这样子。对，那他们如果配送一趟的话，就可以得到我们物资银行的点数。协会指出，疫情冲击到产业，嘛，互这段时间来领物资、寻求帮助的人增加2成。不过，从1月到今，捐赠的爱心物资甲基金，敢若有37笔。嘉义县政府社会处嘛呼吁，希望有能力的企业或者是个人，会当发挥爱心，协助社会上的弱势团体。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饲蛤蟆是云林县麦寮海丰社区庄头主要的事业。毋过蛤蟆壳留真济，嘛真好处理。海丰社区当着开课咧教庄头的时代，用蛤蟆壳落去做大话，会当创作出蛤蟆壳新的运用的价值。
甲蛤蟆壳黏伫咧抓棒顶头边啊，则个搭有金葱的大纸，唔免3、2个的时间，阿公阿嬷就甲这把以蛤蟆壳为主题的艺术品完成啊。做得袂歹啊，好耍好耍啊！大家来娱乐啦，啊，动骹手啦，啊，头壳了叮当的啦。对婚姻关未了乡海丰社区的居民来讲，蛤蟆店那亲就是因的做食伴，因为大家都拢靠蛤蟆食清过日。不过大量的蛤蟆壳，即阵也变做是正好处理的产业废弃物。即阵海丰社区的关怀据点，带时代用蛤蟆壳做简单的布置，装塔社区，也好这的长辈有机会创作，发展成 DIY， 然后就统整我们这些社区阿公阿嬷的智慧，然后把它做成一个贝壳贴画。对靠海食生、逐工护蛤蟆、捡蛤蟆的时代来讲，这把蛤蟆壳的作品，唔简单是因大时间的成果，更加代表英国因踮伫咧海波，为着三顿打拼，种种的基地。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所转来看台北市，市内遮日本时代所建设的松山疗养所所长的宿舍，自2006年就登记做历史建筑。不过10外冬来，因为产权真复杂，干来当放伫咧趴乡。进前台北市政府就甲卫生福利部办理拨用，嘛和44个地主开始协调，最后佫投入2500万落去修复。今日已经整理好势，重新对外开放了。这座日本式结合西洋式风格的建筑，入口有八角形的小条仔，有正大的后院，是85年前兴建的松山疗养所所长宿舍。即马以新的面貌重新开放。疗养所伫日本时代收治许多的病人，所长宿舍就伫边啊，几6年来荒废无用。当地里长4个走总拍拼替伊找出活化新生的机会。必然建筑物已经是老旧了嘛，那而且破旧不堪，那就好像那个类似鬼屋那个概念重新展现，展现给我们台北市民去了解以前的文化是怎么样。这搭宿舍产权复杂，原权管单位是卫福部，嘛牵涉到44个私人地主。北市府2016年介入，先处置产权无详的拨用，才甲地主达成以6400万协议买土地，最后2018年投入2500万来修复。1年半了后，总算和历史建筑重生。要把那个历史的建筑的意义要能够继续的延续下去。它原来就是一个养生，就是一个疗愈的地方。我们可以重现历史，也可以用现代的元素来让民众能够认识这个地方。为着要呼应松山疗养所的历史，宿舍会以 OT 的方式委托民间经营，打造成艺文治疗的空间。另外，对面这搭荒废的松山疗养所宿舍，嘛2年前登录变成历史建筑。北市府会投入修复，扩大营运的空间。记者林文吴家宝台北报道。台北市看完，咱来看新北市。来讲，2013年有一个设计师徐景庭，伊伫咧三重埔发起一个乌色自乐的计划，就是替将近100外间加工厂斗志接设计师互相引舌头，真心推动互社会搁再看到台湾传统产业的力量。今日中正北路的巷仔内，上100间的小工厂，各种的加工制作拢有，真自然变成一条生产线。这三顶峰阮家中正北路就侪工厂的啊，你要射出成型啊、车床啊、CNC 什么拢有啊，所以基本上应该80%的加工，我觉得应该都可以满足啦。对设计师来讲，这是一个充满创造力甲生产力的所在。不过，若是对生产的过程无够了解，沟通可能就会出问题。因为伊无了解，所以要问阮啥，有当时伊家己嘛唔知影，我嘛唔知影讲爱甲伊讲啥的，这是较大的问题啦。为着解决这个问题，徐景庭设计一个专门介绍工厂加工技术的图腾。用讲的吼，真正就歹理。很难理解哈，了解啊，就歹了解啊。啊，阮就甲伊做出来，你会使来看，迄有一寡 sample 嘛。除了替工厂甲设计师建立沟通的平台，徐景庭嘛会带学生、外国朋友来遮参观工厂。我唔敢讲我伫遮做的代志是安怎，但是讲加减
互足侪人会知影讲哦，伫咧沙尘堡遮还阁有足侪工厂伫遮，啊嘛迄细细啊间啊，人拢足好呀，啊你会使来甲伊请教啊。乌色自乐的创立，互设计者、创作者、工厂师傅有一个互相交流的所在，互咱大家看到乌色自乐代表的不只是工厂内的乌手力量，嘛是咱台湾值得骄傲的乌金价值。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黄霜雨落袂休，下半晡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地头的资料。北部27度到30度，中部27度到30度，南部28度到33度，东部27度到31度。今仔偏雨24度到31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市行的 DJ TK 啦。咱今仔日要来奉上的主题就是，我心却白白啊走三关的歌戏。歌戏汉字写作歌戏，罗马字写作歌哇歌啊。好意戏，歌第1条，啊第2条，戏第3条。歌戏的发源是台湾早期的民间歌乐落地扫，会叫落地，是因为伊的表演形式简单，通常拢伫庙埕、空地啊，还是伫街路顶，涂骹扫扫咧就开始演出啦。嘛有人甲这种表演叫做本地歌。传统的歌戏内容真自由，定有做话戏的，也就是先甲演员讲大概要演的剧情，然后演员就家己的 freestyle， 因会照家己介意的歌戏调自由天词去唱去演。传统的歌戏因为无法度用伤复杂的道具，就用身段来表现情景，亲像开门。骑马等等，一切拢是靠演员的功夫。歌戏班内面除了舞台前看会到的演员进场以外，还阁有乐师，也就是后场。俗语讲3分前场，7分后场，阁讲无后场行无脚步，就是讲若无乐师的音乐。正场的演员嘛搬袂落去啊，而且乐师现场的演奏吼，迄是摕规块卡大来放，嘛无底比的啦。古早时代，一般人看袂起演员，讲是父母无写诗，送囝去做戏，讲是无才调的父母，才会送囡仔去学歌戏做演员。不过即摆时代无同啊，真侪演员拢真受大众尊敬。例如歌戏、落地扫、做话戏、身段、乐师、3分前场、7分后场、无后场行无脚步、父母无写诗，送囝去做戏。
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放下世凉无人管，为心只有打工一句。